最近天气开始反冷啊，北投温泉区出现真侪来遮要浸温泉的民众。不过温泉业者也讲，疫情虽然豆直稳定，不过这边因过是以外国游客为主，即马干那剩国内旅客来交关尔，生理确实有变歹。北投温泉博物馆23周年馆庆特别规划液滴展，要让民众感受日本纳凉会的感觉。无讲你可能唔知影，这种暗时举行的娱乐，就是台湾假期的关头。在这个整个北投的公园里面点亮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灯笼，哈，就很像在100年前就有一个彻夜通宵、集合吃喝玩买的一个夜间的一个娱乐的一个活动，这样的一个方式。然后其实就是一个台湾夜市的开关。曾经是日治时期东南亚上大的公共液池的北投温泉博物馆，除了伫过去启发台湾人对于温泉的色彩，嘛互浸温泉的观念变普遍。这回周边业者嘛结合博物馆的活动，设优惠券，希望透过高倍券等等的促销，渐渐恢复疫情发生前的生理。尤其是在夏天，是以外籍旅客为多。在夏天的时候，外籍旅客几乎都占了50%以上。要恢复到像以往，非疫情期间的话，可能还是得要靠国际旅客的进来才有办法。业者表示，最近因为天气转凉，国内游客有增加，甲去年同时间比拼，生理恢复差不多要70%，假日的订房数嘛有较提悬，望收落来疫情控制，注意风险比率提悬，通有更较侪人客来交关。记者林阿文、李玉凯台北报道。